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2021年3月13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13节，17节到22节。民数记20章22到29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3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袂通入上帝的国吼。咱真侪时阵拢会去问讲，到底什么人会当入天国？是讲咱讲什么人会当得救？咱会讲经文圣经甲咱讲的讲，上帝爱人人拢得救，无爱有一个人沉沦吼。那安尼时阵是安怎阁有人无法度入去上帝国？耶稣基督有提到几啊摆上帝国，也是讲天国的代志。因为对一个囡仔的角度来讲，天国的事，伊讲若无亲像囡仔就袂会入天国。伊讲因为天国是因的。耶稣也捌用这个正作来比喻上帝国，讲手扶犁后壁看的人，袂通入上帝的国度。针对迄个富有的人，耶稣也捌讲着讲，着富有的人真正要入天国困难啦，敢若骆驼过江边共款，真困难真困难。另外一个就是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就是甲尼哥底母的对话。耶稣讲着人必须爱顶头生，才会当入天国啦吼。咱接续伫要甲即几项做伙来思考吼。其实每一项甲做伙拢有同一个思想吼。咱是讲性命的改变吼。亲像囡仔来讲，迄是种灵性上的性命的转变。人必须爱伫灵性顶悬，重新变成做囡仔共款的单纯。因为咱人伫长大的过程的中间，失去这个原来受创造的单纯。如果是迄种个性的，咱会感觉讲哇，这个人足囡仔性的吼。耶稣所讲毋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人必须爱恢复到亲像囡仔的单纯的信心，才会通进入上帝的国度吼。基本上呢，这就是一种顶头生的概念啦吼，就是讲一个人无论伊几岁，伊若信主，当伊来信主了后，得到圣神的充满了后，伊伫灵性顶悬爱重新受创造，爱有亲像囡仔的单纯吼，应该是对安尼的角度来去讲啦吼。第二个咱来想的是讲，迄个咧讲手扶犁这到底是安怎看？咱知影手扶犁咧往头前行吼。这个是一个真简单、真单纯的工作，但是有人犁田就是犁袂正，是安怎？因为看倒边、看正边活来活去咱若有迄个经验，用手锯咧锯的人，你就知影，你的目睭一定要看到你锯要横的迄条头前迄条线，你的锯才会直你看别位你愈锯愈歪歪过一撮安尼手扶犁的人就是安尼嘛，你无法度安尼来进入。假是讲咱会当用道德的太太做例啦吼。天使要去甲因救叫因着爱离开这个罪恶之城，因嘛军队上帝的使者离开所徛去迄个罪恶之城嘛。但是圣经甲咱记载，伊的心是人虽然离开，但是伊的心是伫个后壁，所以活头嘛，所以活头。
伊个旧诶性命、旧诶生活，甲伊所看重诶物件，拢伫后壁。所以伊手扶犁仔是爱用前，但是伊看后壁，这是一个足典型诶例啦吼。所以伊就诚做迄个安尼讲盐条，失去进入救恩诶机会。这是耶稣所咧讲即个手扶犁仔诶人往后壁看诶人，无法度入天国诶迄个意思啦吼。这就真清楚啊吼。咱讲到迄个妇人，根据即个圣经甲咱讲啦吼，即个好野诶人真歹入去，毋是因为伊好野，毋是因为伊好野，是因为伊过头看重伊所有诶，所有诶。根据即个圣经诶考古学诶研究，即个尖片毋是真正指迄个尖诶迄个孔啊，即个尖片是圣殿有一个正门边仔一个入口，是非常矮。所有诶搬物件要入去圣殿圣城诶人，着爱对迄个所在。古早人吼，若毋是用鹿刀载火，着是用犁仔嘛，鹿刀可能载较济火啦吼，用安尼来，也是讲较济人咧用啦吼。通常鹿刀去到遐吼，无法度过嘛，所以伊诶物件拢爱卸落来，才会当过去。迄个细诶门，因着是用迄个真滚酸石诶话讲迄个尖片尖片，甲细甲安尼像尖片诶迄个意思迄个意思。所以即个形容是咧讲，毋是咧讲真正鹿刀咧过尖片，是咧讲你妇诶人诶心态。你过头看重你所有诶，拢总甲排伫咧身躯顶，你无爱放手，所以你入会去你入会去啊。圣经甲咱讲天国是下门啊，毋是看门啊，敢毋是安尼？所以咱去到上帝迄个所在是拢爱总卸掉，家己拢无啊，咱才有法度入去。这是即个意思耶稣用安尼譬如是讲，遮个富诶人伤过看重伊诶财富，所以伊无法度放落去，伊着无法度进入即个天国安尼诶人，着是因为伊无顶头生诶性命，伤过看重世界诶物质，无看重上天诶祝福。这甲落地诶太太共款，敢毋是放袂落去嘛？着手扶犁仔看后壁。所以，迄个价值观无因为追求上帝国来改变，所以失去迄个救恩。耶稣基督真清楚甲咱讲，一个人袂当服侍马门，佮服侍上帝啊。所以咱必须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听主你的上帝。昨昏咱伫分享的时阵讲到讲，咱袂当有其他的因由啦所以顶头生的意义就是讲。性命爱全然的改变，也是讲被改变啦顶文咧顶头生重生啦也是讲台语顶头生，这汉字的意思可能亲像是肉体上的这个尼哥底母嘛安尼了解嘛。但是事实上，伫希腊文是两个字组成的是被动的是被动的。讲一个是被生啦是对倒位生？伫对顶头来生，所以真清楚意思就是讲，对顶头来的性命是圣神的性命，有属上帝性命的人，才有法度进入天国，才有法度进入上帝的家。所以这嘛是咱正常在讲迄个烫鞋烫鞋的意思，就是讲你爱烫掉俗世本来的性命的状况。咱有上帝所赏赐的性命，才代表咱已经准备好要来见上帝这个是真重要特别是对这个顶头生的角度来看的时阵，牧师真欢喜真爱提醒就是讲，咱爱思考啥物是五常。
圣经上讲有形诶，比如讲出来第20章第40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啊，也毋通为着家己做啥物形状，亲像天顶、地下、土骹吼，水中诶万米啊偶像其实应该是讲任何诶人事物，伫你我诶心目中悬过上帝，这拢是偶像啦因就诚做咱甲上帝关系阻碍窒碍咱进入上帝国嘛会受到影响啦所以共款，要请咱逐个来思考，什么物件是咱诶骆驼？什么物件是互咱一定要回头不可诶？什么物件互咱感觉讲，我已经成年啊，所以我就无需要安尼，亲像囡仔安尼互咱无法度来亲近上帝呢？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17到22节，民数记20章22到29节，约翰福音第3章第1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能进神国。如果上帝要让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怎么又会有人无法进上帝的国呢？很多人喜欢问，到底谁可以进天国，谁不可以进天国？那基本上这个谁可以进的主权都不在我们，也不在牧师，而是在上帝在上帝。但是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曾经提过几个角度关于上帝国的事情我们提几个来说了他曾经用一个小孩子的角度来谈天国的事情。他明白地告诉门徒跟随者说，如果不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进天国，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耶稣基督也曾经用这个耕田的比喻来说神国的人是怎样的。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耶稣又针对有钱的人富人有钱的人提到了说，富人要进天国难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他跟尼哥底母所谈的这个内容，这样的对话。他说到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到上帝的国，这个天国。其实耶稣在讲这一些不同的比喻，他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这一些事情，这些比喻都有它的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生命改变再接下来牧师把它整个一起来谈你说像小孩子这小孩子不是说个性上面或是说永远长不大不是这样子那是一种灵性的。当我们在生命上面转变，我们接受这个样信仰的时候，我们告白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洗礼了，那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必须要有圣灵的生命，这个圣灵的生命就会需要像小孩子一样，让我们重新变成如同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因为人在思想上面，在价值观上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失去原来那种受创造的单纯。意思说，我们慢慢失去灵性了。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灵之后，我们必须回到如同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基本上，这是一个很符合重生的概念的一种想法。那手扶着犁呢？
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就不配进神国啊。手扶着离是向前的哈，那犁田的那个犁哈，前面有动物，牛也好，马也好，那就这样往前走。那通常你在犁田的人，你不能往后面看，或是往旁边看，这样子犁起来是歪七扭八的。如果我们有经验，拿过这个手锯，你就会知道说，当手锯在锯的时候，你眼睛必须要看锯子要往前走的那个方向的线，你才会正的。如果你只看后面呢，看其他地方，那一定是歪七扭八的。我想犁田也是一样啊，犁田也是一样。那向后看的意思就是他没有愿意改变，无法向前，一直在看后面。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讲了哈。那要讲的是用罗德的太太当例子啦哈。当天使知道他们的情况要去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上帝的使者要离开所居住那个犯罪之城、罪恶之城。他的心却是向着旧的生命。圣经的记载，他看重是旧的生活，所以当他这个已经离开之后，他转头看后面，这个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没有重生，他跟后面要讲的妇人是一样的。我们等一下来讲，他一转头之后，因为他把脑子里面把那个过去的生命、生活，也许是拥有的一切，看得比上帝的救恩还要重要。好，我们回到下一个有钱的妇人有钱的人。根据圣经考古学的研究呢，那个骆驼穿过针孔，这个针孔其实不是真的那个针的孔，那是一种形容据说在圣经的圣殿的这个入口当中在圣城的入口当中，其中有一个在旁边的小门，非常小可是所有搬运货物必须要从那个地方进去。那你知道，无论是用驴子也好，或是骆驼也好，就是他们太大了进不去嘛，所以去到那一边的人，那个牲畜都要放在城门外，物品都要卸下来，然后再把它弄进去。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这个有钱的人、商人，他太看重他所背负的一切财富，他不愿意放下。这是耶稣用这个比喻的说法。那个小门呢，他们用那种比较诙谐的形容词，那个小门他们就叫它针孔那个小门就叫针孔所以用这样的比喻，当所有人都非常明白，骆驼根本进不去。那你如果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他会看重这一些，比骆驼要过去更难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卸下所有的一切自尊、财富所拥有的，你才能进到上帝的国。圣经告诉我们，天国的门是什么？窄门。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改变，这个妇人她也没有改变他也没有重生，对不对？他看重世上的嘛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必须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那我们昨天分享的，这是没有旁骛的，这是重生的意义了生命要全然的改变，或是说被改变。中文的重生的意义，或是说台语的那个顶头生，汉字的意思看起来很像直接从肉体上面再生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尼哥底母也是这样认为嘛事实上，重生的希腊文也是2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是被动式的被生就是被
生 ，be born 啊。第二个是从上面而来的，那从上面而来的，从这个上帝所赐的圣灵而生的，意思就非常清楚了。要有属上帝的生命，要进入上帝的国，要进入上帝的家，就是要最近我们常说的脱鞋啊。我们要如脱鞋般的丢弃原来属世的生命状态、价值观。有了上帝所赐的生命，我们才代表我们可以怎样？已经预备好了，可以去见上帝了。牧师非常喜欢提醒或是邀请大家来思想什么是偶像，或是说什么是你的偶像。圣经是说有形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呀，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的记载。偶像其实就是什么？凡是任何的人事物，在你我的心目当中高过上帝，他们都成为阻碍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阻挡，让我们进不了上帝的国。最后要请大家来想，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中的骆驼？什么事情让我们一定要回头看？不可能。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已经是大人了，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单纯的心来亲近上帝了呢？愿上帝帮助我们。